我就是有事儿想问你，你那个调……这怎么进去啊？苗里在219。哦，谢谢。同志们，开路啦！哇，原来你还有这种嗜好啊！什么嗜好呀？不过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别出去了。啊？我在想，你来男生宿舍，应该就是想偷看我洗澡，对吧？没有，我刚才敲门了，没人。没你就进啊！出去！马上出去！出去！哎，我就是有事儿想问你，你那个吊坠是哪儿来的？你说这个？和我一样的吊坠。这世界上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么多，很奇怪吗？这是我朋友自己做的，只有2个。所以呢？你要不要出去？出去！出去！做的那么精致。记得你又欠我一回。你干嘛？熄灯。苏学姐你好，我是校园电视台的小桃。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马上就要到今年的跨校联谊赛了，我们社里想出一期基建社的专访，我想找你商量一下采访的事情。来，走，走。学长，对不起。哎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还记不记得我？记得你？你真的没印象了吗？我们以前是好朋友啊，我还记得你手上的那块伤疤，是因为小时候我们2个荡秋千的时候，你为了保护我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当然记得，我记忆力没有那么差。我就说嘛，你干嘛装作不认识我呀？我记得开学第一天你就留言砸我车，接着泼了我1身酒，然后又溜进寝室偷看我洗澡。今天中午在食堂又偷拍我的照片。说真的，我们已经认识很多次了，所以看在我们那么熟的份上，我拜托你离我远一点。学长，那些都是意外，
意外？你是不是出过车祸或者受过外伤啊？伤到过脑子的那种？你失忆过吗？我觉得你应该去蒲山路247号看一下。什么？小腾，你怎么醒了？我去上厕所吵到你了。没什么，我做了一个梦。什么样的梦啊？从小到大一直做的一个梦，一个男的跳崖。你说一个大男人有什么过不去的，非得跳崖呀？什么样的男的？看不清楚脸，说话也听不见。碰也碰不到，但是感觉是认识的人。汪兰，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，两个素未谋面的人，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这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啊。有啊，我感觉跟你就挺熟悉的，但是又有点陌生。哦，可能我最近电视剧看太多了。我先睡了。袁大少，姗姗来迟啊，不跟粉丝说几句啊？林社长，你说呗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本社社长朱良辰。首先欢迎大家报名击剑社。击剑是起源于古代决斗的一项激烈运动，它所代表的是一种骑士精神。既然是团队，咱们就要讲究团队纪律。那些心里只有自己的，没有大家的人，我坚决不欢迎。请大家牢记。下面，请苗里学长讲几句吧。欢迎大家来到击剑社。哦，好了，同学们，按照击剑社的招新惯例呢，入社之前要进行统一的考核检测，成绩合格的人才能成为正式成员。考核以5个人为一组，自由组合，每组都会有一位学长负责。好了，开始吧。来，同学们，我们先站起来，在后边集合，咱们5个人分一组。哎，苗里，你要带队在那边啊。哎，我说苗里，招新你不来，考核你也不管，你说你还算咱社的一员吗？喝口水。喝水。千万别是他考核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千万别过来。来，活动一下，一会儿别晚了啊。考核开始，要做标准啊10、11、12、最后一个。 13、
么老是13啊？刚才那2个呢？你卡带了呀？你姿势不标准，继续做。13，快点儿，跳快点儿。哦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开始。够标准了啊！用力，用力，抬。努力努力。好了，名单都在这儿，你们自己看吧。你想哪儿去？你凭什么不给我过？你自己看啊。我怎么就体能差了呀？往返跑来回跑3次就岔气。好了，以后的社团活动呢，请大家不要无故缺席。今天就到这儿，你解散了。苗学长，咱们俩聊聊。你想哪儿去？对了，咖啡馆钱还给你。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，我知道昨天的事儿你对我有看法，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咱俩不能江湖一笑泯恩仇嘛。而且你干嘛非要这么针对我呀？我没有针对你。还说没有针对我，我都说了是误会了。哎，不论是我攀到你那里，还是跑到男生宿舍，我都不是故意的呀。汪兰同学，我跟你又不熟，我为什么耗费精力来对付你？